台北市65岁以上的人口占2成4，对这老大人来讲，爬楼梯是上界危险的。不过市府补助安电梯的政策是已经10年啊，所干那149日完成。这其中上界困难的原因，可能就是要得到5成的所有关人同意才会当验。真细致上楼73岁严先生，住伫公寓5楼，过去行楼梯转去差不多要用5分钟，装电梯了，干那需要短20秒。台北市65岁以上老大人占全市24%，都爱进行面临老人住老厝的上老困境。不过市府补助老旧建物增设电梯政策上路10年，干那149件成功案例，大安区群贤公寓是第1例。哇，那差别太大了，因为我也慢慢上了年纪的人要这样爬楼梯，真的非常辛苦。有电梯以后就方便多了。意见很多，大概2楼的房子，他可能是不需要这样子，觉得他不需要。但是5楼的房子，事实上是非常非常有需要，因为现在大概高龄化的一个时代来，大家家里都有长辈。推动无成功案例议员占大部分，包含提到10项执照进度慢，原因伫江浙地区有真侪栋建物，拥有人上过济有关勘站无法度过半数，1楼免用电梯也反对，违建争议或者取消法定停车费爱交代金等。咱推动的主审伫整合50%所有权人同意，违章部分监管隧道3项排除。补助金额上限从250万提升至300万。补助比例最高可达60%，若为整为策略地区，比例最高80%，经费上限480万。这个条件也从管委会申请放宽，由半数住户同意选定代表人即可。针对老旧公寓发控报告违章处理、以原整合甲资金分担等问题，市府也继续滚动检讨情境，佮提供免费辅导团来协助，办理现勘甲说明会者服务，帮助社区增设电梯。记者综合报道。